由 Share the Dignity 製作嘅月經教育動畫。有子宮嘅人士通常會喺10至13歲之間有第一次月經，不過最早可以喺8歲，最遲可以到16歲。月經會一直持續到更年期，大約係50歲左右。阿姨正喺房度一邊休息一邊聽音樂，突然間佢發覺喺冇預兆下嚟咗月經。佢記得今日係佢月經週期28日嘅第一日，而佢嘅月經可能會持續有7日咁耐。阿姨開始覺得肚痛，呢個係嚟月經嘅時候常見嘅反應。喺嚟月經之前，阿姨體內嘅荷爾蒙開始運作，令子宮內膜變厚，卵巢裡面嘅卵泡開始生長，其中一個卵泡會發育成熟而釋放出一粒卵子，佢會通過輸卵管去到子宮度。由於卵子冇受精，阿姨嘅身體會重新將佢吸收，然後子宮內膜就會脫落，並且通過陰道排出體外。呢一啲就係阿姨嘅月經。阿姨嘗試了解各種唔同嘅月經用品，衛生巾、衛生棉條、衛生底褲同埋月經杯。佢想知道邊種用品最適合喺游水時用，跟住佢就研究下有啲乜嘢選擇。衛生巾係由柔軟、有吸收力嘅材料製成，底部有黏性，可以將佢固定喺原位。用衛生巾嘅時候，應該將佢放喺底褲嘅中間。衛生棉條亦都係有吸收力嘅，用之前要先拆除包裝，將衛生棉條推入陰道裡面，至到最舒適嘅位置。衛生底褲係為咗吸收血液而設計，可以似普通底褲一樣咁着。月經杯係由矽膠製成，推入陰道裡面嚟收集經血。阿姨了解到衛生棉條同月經杯都適合喺游水時用嘅，用過嘅衛生巾同衛生棉條應該要掉落垃圾桶度，而月經杯同衛生底褲係可以重複用嘅。去游水嘅時候，阿姨揀咗用衛生棉條。喺經期後段，當返學嘅時候，佢改咗用衛生底褲。佢用熱水袋同埋食啲止痛藥嚟舒緩肚痛，呢啲就係月經。佢係一種自然嘅、正常嘅同埋係要接受嘅生理現象。由 Share the Dignity 為你提供。